各位来宾，Number One，樱花湖夜莺剧场即将上演的是俄国作曲家柴可夫斯基所写的降一大调序曲1812，作品第49号乐章。这是以樱花为舞者，樱花湖为舞台，结合灯光与音乐所演出的一场夜莺舞蹈。 邀请您感受春天花开的声光浪漫和魅影，敬请欣赏。
樱花湖夜莺剧场接着上演的是法国康康舞曲，邀请您感受古典浪漫的音符和声光中翩翩起舞的樱花舞之浪漫，敬请欣赏。樱花湖的节目到此告一段落，谢谢欣赏。下一场。